中國係橋文化嘅故鄉，自古就有橋嘅國度之稱。發展於隋，興盛於宋，遍佈神州大地嘅橋，編織成四通八達嘅交通網絡，連接住祖國嘅四面八方。廣州處於珠江三角洲嘅腹地，古時呢係瀕臨茫茫江海嘅幽靈灘塗。講起廣州嘅大橋，我哋隨口都可以噏出好多，比如海珠橋、珠江大橋、廣州大橋、海印大橋同埋獵德大橋等等。但係講到廣州嘅古橋呢，知道嘅人就唔係好多啦。據統計呢，響民國之前，廣州嘅古橋呢有60幾座咁多，但係到而家呢，保存完好嘅卻唔到10座。古人講：橋者，橋也，樹為高大喬木，橫為橋，連接水之兩岸。江南嘅橋為水之梁，橫亙響水流嘅兩岸，溝通南北，連接東西，係鑲嵌響大地上嘅凝固音符。三華村過去有3座橋，一座呢就係搭響泥河之上，通往良馬廟嘅，叫做良馬橋。曾經嘅良馬橋所在地，如今呢度已經係物是人非啦。而另一座呢，亦都係建響泥河之上，通往荔枝高博，稱之為高橋。而呢兩座橋呢，喺1991年收咗107角道嘅時候，嗰度呢係規劃嘅必經之路，所以呢107角道就將泥河填埋咗，因此呢呢兩座橋就不復存在啦。而今呢，只剩低咗村嘅東邊榕樹腳社稷之神旁邊嘅呢一座鎖龍橋，橫跨響玉帶河上，而鎖龍橋呢又叫做鎮龍橋喎。連引橋加起嚟呢，只有18米長，寬呢係1米左右，係一座3孔石梁平橋。而今日呢一座橋，經歷歲月嘅洗禮之後，依然屹立響呢度。上面嘅每一塊石，都記載住三華村嘅歷史歲月。看似平淡無奇嘅一座橋，佢有住一個令人過目不忘嘅名，而且霸氣十足。呢度係有咩傳奇，或者曾經發生咩故事呢？上集我哋提到，村中呢一條好似玉帶咁樣嘅河，低調咁樣環抱住整個村落，好似響度保佑緊生活響呢度嘅每一個人。據傳呢一道迂迴之水為村落嘅龍氣所在，設橋響呢度呢，能夠鎖住河水彎曲盤旋嘅龍氣，保佑村落長久興盛。怪唔得佢建響社稷之神旁邊呢個風水口啦。講起呢個風水呢，佢係我哋古代歷史悠久嘅玄學，源於易經，乃天地之道，天地之學。而我哋三華村傳統代表嘅建築呢，就更加離唔開風水啦。